内政部今仔正式推出包租代管4.0的政策，互提供恁家厝出租的厝主会当有房屋税、地价税甲租金所得税减税，嘛要鼓励老大人哦，甲家己大无电梯的厝租出去，搬到公家主体、跨县市买当。内政部嘛指出讲，到今年6月，包租代管哦已经有7万外户，未来的3档哦，望讲会当再来增加8万户。 我搬起个有电梯的大楼吼，迄社会住宅住大哦，我舒适的咧。在国民阿嬷今嘛也叫陈淑芳来宣传，因为政府伫咧啥社会主体包租代管的政策，鼓励厝头家甲无用的厝提出来做社会主体。这么4.0的版本更加放令是大人用家己的徛家来换社会主体，而且会当跨县市换。现在台湾有很多老旧的房子，我们的长辈居住在没有电梯，可能是4层楼的这种公寓，爬上爬下非常不方便，而且也容易产生危险。那我们把这样子一个社会的需求、长者的一个照顾，跟我们的社会住宅的一个政策。 包租代管的这个政策，把它结合起来。内政部讲，包租代管4.0延续进前的计划，提供房屋税、地价税、租金所得税3税减免，还有公证费、修理费、房屋保险费的3费补助，以及3年免费租赁管理服务。一直到今年6月，总户数已经到73000外户。 这么的目标是未来3年各增加8万户。我们直接新建的这个社会住宅已经接近了8万户哈，那预计今年年底呢可以达到9万5千户。那我们包租代管的这样的户数6万8千户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就可以达到了16万3千户。那我们8年20万户的目标呢，就一定可以达成。政府强调，包租代管除了是创立公共平台以外， 也希望会当解决厝头家甲厝卡之间的纠纷，还有无信任，互厝卡会当放心，厝头家会当安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